今天其实不是只有我来，然后我还有带我的2位和声的弟弟，我们欢迎阿少、阿耀跟安爱。衬衫呢？好，但是我们波罗弟弟他们是我下年龄结成的，叫傻洞哦。接下来我们带来一首比较热闹一点的歌好了，大家缓一下那个气氛好不好？好，这首歌叫《信狗》。我觉得好像讲完歌名，我感觉好像在台东文化中心里面听什么样的表演。没关系，你们不要鼓掌，自然而然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要太刻意啊，这样我好像很勉强哎，那个掌声听起来很刺耳呢。不要这样啊！宋月，小提琴手张礼，大魔最是阿里。